大家知唔知道呢個渣同呢個渣有咩區別呢？現代漢語啊，呢個渣就基本唔用，多數係用呢一個渣嘅。但係其實喺古漢語裏面呢個字咧，應該係讀爪，唐韻注音為則考切，雜韻就解釋為爪刺也。博眼咧就解釋為搔也，係用指甲爪癢嘅意思。而渣字咧就說文解釋為取也，所以咧就同取物有關。粵語就一直使用呢一個渣字，並且不斷咁樣豐富呢個渣字嘅詞彙。比如表示握拿嘅意思咧，就有揸穩扶手、揸實拳頭等等；表示掌管把握嘅意思咧，就有揸錢、揸大權、揸 fit、揸裝；表示駕駛嘅意思咧，就有揸車、揸太；表示擠榨嘅意思咧，就有揸牛奶、揸乾水；表示擲嘅意思咧，就有揸腰衫；表示數量嘅意思咧，就有一揸米。揸字粵語仲引申出好多生動嘅詞彙，比如揸大葵扇就係指做媒人，揸二攤係比如可以接受人哋用過嘅嘢，揸鑊鏟咧係指廚師，揸雞腳係指捉到人哋嘅痛處，揸頸就命咧係指忍氣吞聲，揸水煲係指餐廳嘅服務員，揸兜咧就係指乞衣啦。咁仲有揸乜嘢呢？大家不妨喺評論區一齊嚟收集一下。